咁多位海外嘅華人朋友，13.5萬就可以喺大陸嘅中山市城區攞低呢一套 loft 嘅公寓。咁咧呢套公寓咧講緊咧就20個方面積咧就唔係好大嘅，但係咧佢樓下嘅配套咧亦都係比較多嘅，有我哋嘅健身房啦，同埋呢個籃球場啦、兒童設施啦，同埋泳池，全部都係有嘅。而且間房入邊麻雀雖小就五臟俱全嘅。嗱，入嚟呢邊咧就細細地嘅廚房，跟住呢邊咧就洗手間，然之後呢度咧就餐客廳一體噶啦，跟住上面嘅話咧就有個房嘅。咁啊2樓就做咗一個房間嘅，咁呢度咧就有埋床啊、冷氣啊呢啲全部有晒啊，跟住呢邊咧就有個贈送房間。咁啊依家就係做咗榻榻米嘅，咁後期亦都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嚟改造。咁啊整體嚟講呢間屋咧就都還可以嘅，麻雀雖小就五臟俱全，最主要咩啊？平啊嘛大佬，13.5萬呢個價錢，我相信喺你所在嘅地區，可能講緊都係買架車或者買個車位未必買到靚嘅。咁而家喺大陸嘅中山城區就可以攞低呢套 loft 嘅公寓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私信我。